曲呢是这位歌者的代表作，真的是家喻户晓。这首歌叫《圣地拉萨》，那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下面一位明星歌者——天籁之音泽旺拉姆，加油！ 口袋金丝短帽正好看，穿上皮鞋踩进吉祥城呀。三月寺院何处见？三月见在沙滩上。口袋鸡骨帽子正好看，穿上红色发衣吉祥城。 吉祥城呀，藏北那曲何处见？那曲见在草原上。头戴五彩帽子正好看，穿上红色花衣吉祥城。 好不好听？在这里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！我们的扎西尼玛老师，藏族山歌的传承人，山歌王，推出了